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第19节，以赛亚书第3章第18节到第4章的第6节，马太福音第24章15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荒凉。我们到底看重什么东西？根据摩西十诫的角度来看，只要有任何的事情比上帝的地位在我们心中还要重要的话，就是得罪了上帝。那个东西，那个人，那件事，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了。但是我们却时常在生活当中失去方向，错把物质当成重要的事情来追求。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，在那一天，主要把耶路撒冷妇女所看重的东西都拿走，包括他们脚上、头上、颈上、手臂上的装饰品。他要拿走他们的面罩、他们的帽子、手背上和腰间的小装饰、手上的戒指、鼻子上的鼻环，和他们所有贵重的礼服、外套、斗篷、钱包，还有他们的棉纱长袍、麻纱手帕，还有头巾和面纱，一样都不留下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方向完全错误。上帝要调整他们，使原本以为富裕丰饶的他们，生活变成荒凉的。上帝让他们不再能够追求这些物质的外表，试图帮助他们能够转移他们人生的焦点。先知以赛亚再一次说到，他说他们不再用香水，身体发出臭味；他们不再用美丽的皮带，却要用粗麻绳束腰；他们不用编美丽的发髻，要掉光头发；他们不再穿美丽的衣服，要穿满了补丁的衣服。他们的美丽要变成羞辱。城里的男人，就是最强壮的人，也要战死在沙场上。城门要嚎啕痛哭，城市要像被扒光衣服的女人，坐在尘土中。这些妇人在这个地方被比喻为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不忠心，使得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变成荒凉。上帝要让以色列变成荒凉，并不是上帝的目的，而是在这个荒凉当中能够重建耶路撒冷。就如同一个建筑的工作必须要有拆除、毁坏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开上64号快速道路，在经过新庄地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都更区域的房子被拆毁，砖块瓦砾丢满地。虽然这是因为老旧市区需要都更，可是呢，
原本的房子再怎么样破旧，比被拆毁的情况更好看吧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拆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拆毁，而是要为了下一阶段的建设，所以才会被称为都更。以赛亚先知又这样说道：时候快到，上主要使这土地上的每株果树、每株植物都长得又高又美。以色列残存的人民都要因土地的出产而夸耀，而觉得光荣。每一个还活着，上帝所拣选留在耶路撒冷的人，都要被当作是圣洁的。主将凭着自己的力量审判这个国家，使它洁净。他要洗净耶路撒冷的罪过和在那里所流的血。那时在锡安山上，在大家聚集的地方，上主在白天要用云彩遮盖他们，在夜晚要用烟火照耀他们。上帝的荣耀要遮盖保护全城，他的荣耀要像帐篷顶盖，张开来要能挡住白天的炎热，使这城成为避难所，躲避狂风暴雨。先知告诉以色列人，这个荒凉是为了要重建，重建是为了要让上帝的保守提供给以色列人，在夜晚得到保守，在白天也是，因为上帝在锡安上面的有云彩，将会要笼罩，将会要遮盖以色列人。在夜晚，上帝要用烟火来照耀他们，如同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白天以云彩来带领保守以色列人，夜晚上帝以火柱来保护带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。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被拆成荒凉呢？其实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好好的跟随上帝，他们将上帝的家给毁坏了，因此他们的信仰生活需要被都更。耶稣基督预言耶路撒冷将会遇到大灾难，那个时候人们都要受苦。那是发生在主后大约70年左右的灾难。罗马大军进入了耶路撒冷，毁掉了整个耶路撒冷，甚至连在邻近山区躲藏的以色列人也都不放过。正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情景，住在犹太的该逃到山上避难，在屋顶上的不要下到屋子里面去拿东西，在农场的也不要回家拿外衣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怀孕的女人和哺育婴儿的母亲就苦了，并且呢，那是创世以来未曾发生过的景象，将来也不会再发生。但是人必须要知道，要归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否则的话就会被这些假先知、假基督的异端给迷惑了。他们会在末世的时候提出歪曲的信息，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，瞧，基督在旷野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者说瞧，基督在屋子里面，你们也不要相信
因为人子来临的时候，会像闪电一样，一刹那间从东到西横扫天空。基督徒真的应当要警醒，不要轻易的忽略了主的警告，使得原本美丽、充满赐福的伊甸园变成了荒地。试着想想看，我们的教会是蒙福之地还是荒地呢？为什么？我们要如何做才能够避免教会变成了荒地？求助帮助。诗篇第80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第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你领了约瑟后代如领羊群一样，求你垂听我们坐在基路伯宝座上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来西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大能，求你来救我们。你从埃及带出来一棵葡萄树，你赶走异族，把这树栽上。你为它开垦了一片土地，它的根深深扎入，且蔓延这地。它的阴影遮盖了群山，它的枝条遮盖了高大的香柏树，树枝伸展到地中海，树根延伸到幼发拉底河。你为什么拆掉它的篱笆，任凭过路的人偷摘它的葡萄？为什么让林中的野猪来蹂躏它，荒山的野兽来吞食它？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回心转意，从天上俯视我们，拯救你的子民。求你来照顾你亲手栽种的葡萄树，就是你培植的这么茁壮的幼树。我们的仇敌砍下这树，就把它给焚烧了。求你向他们发怒，消灭他们。求你庇护我们存活所建立的国家，保护你为自己所选择的子民。我们绝对不再背弃你，你让我们存活，我们就颂赞你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警醒，不让我们蒙福的生活变成了荒凉，使我们的圣殿不长杂草，领我们脱离黑暗的攻击，让我们脱离凶恶。感谢主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